因为石棉有致癌的风险，为推动石棉建材废弃物的清除和处理，中央环境部有制定一套补助的办法。原先台南市环保局争取了1000栋，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民众申请的大约有1700多栋。环保局再追加1000栋，对此议员无分哪力，以全市统计大约有5万栋，可能需要50栋才处理得完，因此要求环保局要来提高量能。到底你一栋1000栋，50万栋、5万栋，差不多50栋材料啦。你嘛知影，你的报告内底嘛有写，这个物件长期你处于那个地方啦，你一定会有肺癌迄个观念，迄关系就对啦。为什么这侪栋来啊？70年至70年，这石棉化咧，当咧做的时阵呢，你无同验这个物件有毒的废弃物出来。第一个，我们的需求，真正的需求，局长我们要有这样准备哦，真正的需求还没浮现哦。是，当大家来意识到说这个一级致癌物对我们人体的危害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个申请量会再增加。是，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对中央的这个申请，他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量也要再持续争取。是，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现在欠缺一个机制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只有针对住家或者是寺庙等非盈利的场所，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的话，可以申请补助。那如果是他有在盈利等其他的建物的话，基本上没有补助啦。除了没有补助以外，我们也没有相关的法则嘛。即摆物件就是讲有登记的，差不多若要清，差不多到年底差不多1700栋有来登记的啦。1785啦。剩一点点啊。毋过阮最近搁要申请1000栋，伊若有够村吼，就是讲咱搁申请1000栋，会当用到明年。当然明年搁会当申请啦，就是讲今年咱的申请的量会到3000栋。因为进前民众申请补助是到9月底为止，目前第一梯次统计大约有1715栋，环保局有信心会用在今年内处理完。至于后续，环保局嘛会继续向中央来争取，预计搁再增加1000栋。等待签准定时，环境部补助落来，会搁再来开放民众申请。估计今年会用达成3000栋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